好多人成日鬧強積金係強迫金，話回報差、跑輸通脹。但係積金局最新數據出爐啊，原來咧股票基金過去20幾年嘅平均年率化淨回報咧，有成4.8%咧係真係跑贏通脹㗎。點解你覺得自己個戶口咧冇賺咁多咧？因為咧你忽略咗時間同複息效應咧呢兩個最好嘅朋友。4.8%咧聽落好似唔多啦，但係如果你每個月供2000蚊，持續供30年咧，連本帶利隨時過百碼喺度。問題係好多人中途見個市跌少少，就驚到將啲股票基金轉晒做保守基金，完美錯過咗之後嘅升浪。作為理財顧問咧，我成日同客講，強積金係一場馬拉松啊，唔係百米飛人。你要做嘅唔係日日抱住個市咧，而係要建立一個長線嘅資產配置策略。除咗強積金咧，你仲可以利用具備保證回報嘅儲蓄保險，為自己打造一個進可攻退可守嘅退休組合。當你有個保底嘅後盾，你面對強積金嘅短期波動，自然會淡定好多。你個強積金戶口係咪仲未發揮出複息效應嘅威力呢？想知點樣優化你嘅長線回報？DM 我複息效應，我幫你做個免費檢視。